消防處一直都十分關注長者嘅家居消防安全。隨住本港長者人口增加，消防處亦加緊提升長者嘅防災應急意識。早喺2024年推行嘅家居防火安全探訪試行計劃，現已命名為麒麟家訪計劃，希望透過家訪主動關懷長者，向佢哋宣傳防火知識。消防人員會同地區社福機構緊密合作，夥拍佢哋嘅社工或義工主動走入社區，向公共屋邨內嘅獨居或雙老長者進行家訪。我哋會同佢哋傾下偈，送上關懷，同時亦都會檢查下佢哋屋企有冇火警隱患，並會即時幫佢哋消除呢啲家中嘅隱患。之後會就佢哋嘅家居狀況提供防火安全意見，及教佢哋應對火警嘅方法，又會向佢哋派發防火三寶，並會協助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。計劃推行至今，已經擴展到多個區份，探訪範圍亦已涵蓋16條公共屋邨。而消防處會喺今年第3季完成探訪超過1000戶長者嘅目標。消防處會繼續透過麒麟家訪計劃，為長者送上關懷嘅同時，傳授應急知識，減少長者屋企嘅火警隱患，並喺社區展現關愛共融。